自2026年1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敬畏上帝，听人亲像家己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10章12节到22节。以色列啊，这就是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要求，只有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听伊，专心专情服侍伊，遵守我今仔日所颁布上主的诫命甲规例，互恁通得到福气。看咧，天甲至悬的天，地甲地上的万物，拢属上主恁的上帝。上主只有伊爱恁的列祖，听因，伫万民中竞选因的后代，就是恁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所以恁着甲恁的心行较礼，毋通过疑心固执。上主，恁的上帝是万神的神，万主的主，是至大权能、通行位的上帝。伊袂看人的身份对待人，嘛袂收贿赂。伊为着孤儿寡妇伸冤，搁听出外人，互因食，互因穿。恁着听出外人，因为恁嘛捌伫埃及地做出外人。恁着敬畏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服侍伊，忠诚跟对伊，奉伊的名咒诅。恁着称赞伊，伊是恁的上帝。恁捌亲目看到伊为着恁做大搁通行的事。恁的列祖落去埃及的时，只有70人。现在上主恁的上帝，互恁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。敬畏上帝，听人亲像家己。摩西持续重申上帝的要求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要求。只有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听伊专心专情服侍伊。18、19、19节继续延伸，点出听上帝也爱有听厝边的行动。经文明示，孤儿寡妇和外侨是容易被忽略的弱势族群，其中外侨更较常被排斥和欺凌。上帝吩咐捌伫埃及做过外侨的以色列人，爱对家己生存经验中所受到的苦难来看顾遐会拄到苦难的人。今仔日，加沙走廊的230多万巴勒斯坦人，是当地民族阿拉伯移民，甲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被迫离开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。多年来，以色列对加沙实施严格封锁，限制水源、粮食和人员进出，但也有大量的移民住踮联合国的难民营。2023年10月7日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屯垦区，用炸弹密集轰炸，造成大约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，搁掠走250外人做人质，引发以哈战争。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，对以哈战争爆发到2025年10月期间，因为战争和战争之间造成的医疗崩溃、饥荒、饮水缺乏等，巴勒斯坦实际死亡人数恐惊超过10万人。联合国旗下的世界粮食计划署伫2025年7月25日指出，伫以色列的封锁下面，
加沙将近1/3人口因为药物营养不良，情况恶化。无国界医生组织也指出，加沙的气氛持续恶化，指责以色列当局踮加沙蓄意以药物作武器。国际间谴责以色列的声浪持续升悬，呼吁以色列应该立即时解除援助物资的运送限制，终止加沙人道灾难，搁即时停火。2025年9月21日，英国首相斯凯尔发表谈话，正式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。英国政教会拢表示支持，搁举行和平祈祷会，愿战争早日终止。以后战争伫国际斡旋下面终于露出曙光。2025年10月，美国总统川普甲德国的领袖召开加沙和平与重建峰会，签署和平备忘录，以及双方也依之前停火协议释放囚犯甲人质。10月7日，以色列领回被囚禁2年的20名人质，搁释放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。以巴双方长期也拢期待会当有较久长的和平，终结双方数千年来民族的仇恨。昔日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：上帝为孤儿寡妇伸冤，爱护因中间的外侨。恁着疼出外人，因为恁嘛捌伫埃及地做出外人。这命令现今还历历在目。愿上帝继续怜悯，互和平真正临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全地，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也有战火的角落。默想，十分简单会带来毁坏和死亡，只有疼才会当弭平战火、创伤、痛苦和无尽的仇恨循环，带来真正的和平甲幸福。祈祷，上主，感谢你教导我爱敬畏你，疼你也疼人亲像家己。求你怜悯保护苦难的人，特别是饱受战火的人民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